花莲公河乡做大水，目前也有7个人失联。因那我到时传出房山王国溢出来消息，水利署北回只是咧引溪水。家己出名景点前林东昨台师大有社团去爬山，所拄到虎头蜂攻击，其中2个人状况严重，加在无性命危险。印度出名演员投入政治举办造势活动，结果去饮真济杯酒，造成人踏人引挂，上无39个人死亡。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9月28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张曼婷。先来关心花莲的灾情，这届房山湖的水溢出来，到即阵已经第6天，目前是也有7个人失联，搜救人员继续咧敲吹。因若针对我到时有传出哪像房山湖国溢出来的消息，水利署嘛赶紧驳回，讲是因为要引溪水，才会造成这部分的水量流入去市区，请民众唔免惊吓。记录志工做甲真凶讲，救灾车也赶紧撤离，因为这边中道有人传讲房山湖又搁溢流。很紧张啊，因为全部人都一直冲啊，连重机具都往外冲啊，没办法挡得下来。现阶段一直在抢修，那现阶段有一些溢流出来，稍微溢流出来的部分，应该是不会有大危险。水利署经驳回是引流失败，地区部分的水流进入市区，因为那市区出现多难的人，地基层搜救特殊人员也去当机构准备撤离。不过，根据林业署透早透过空翕机监测房山湖，确认坝顶的关度已经降到82公尺，透早水位是1021公尺，欠水量大约600万吨，而且继续在减少。有一点点是错的，因为这个地方有时候风会吹来，我们会闻到。最后第6天，目前也有7个人失联，其中一位失联的查某是洪通报最后的通联地点伫不足街一个沙石场附近，因为现场早就被大量的土石砍开。花莲甲高雄的特殊人员先用怪手蚵，又搁派人伫四边行来行去咧敲吹。其实，在第1天我们就有派遣搜救队挺进这边来收集资讯。哦，那只是中间的水又涨回来，所以我们人员不好靠近。哦，那今天就想办法又挺进到这个地方砂石场这边哦来做搜索。马沙石场边仔农场也传出一位查甫掉伫内底，特殊人员分2搭咧敲吹，佮派人一个一个检查四边的建筑物，确认敢佮有受困的民众。除了继续救灾，因为当地水道水管线已经修好势，但是因为灾区的清理，等等的用水量大增加，地区部分的用户水压低，也是无水。自来水公司先设21大的供水站，等路面清好势才佮来巡，提升供水的压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救灾行动继续咧进行，有真侪为全台湾各地到花莲的职工，嘛是家己炸家私到出力。不过，伫咧较偏远的灾区，却传出有骹手无够的问题。另外，明仔载就是年假最后一天，施教这志工的人数会减少，灾区的复原进度嘛是引起关注。大家拢一支口刀协助灾民清理，对各公告志工拢集中来到了救灾。光乡的敦厚路灾情严重，灾民等了好几天，终于迎来人力进驻，连怪手都来了。不过在住家外头依旧堆满泥沙与废弃物。别的地方都差不多了，我们这边到现在已经第4天了，到现在一直堆啊，我们怕那个卫生。我们这2、3天的便当哦，都没有人那个。说要去领，要去那边领。问题是我们连代步的那个工具都没有，就是饭团，那个什么面包就这样果腹下。花莲高河乡灾后第6天，灾民正摒扫工作到遮依然是有问题。外关切民众是趁连续假期来到现场，赶紧斗3工。我们现在有几个部落反映，就是我们协助的志工有点偏少，那他们的这个清理速度比较慢。车站4个拢是家己主动要来斗3工的人，也毋过志工人多，分配一度也有问题，中央赶紧开设分配站调度，也毋过官民会坦白讲，偏远灾区协助的人也是无够。分配不均啊，帮忙一下，分配一下好不好？行政院长杜永泰2日报到现场视察，也拄到民众大声反映讲这个分配问题，更加有志工摒扫，也拢有这个受伤的情形。雨鞋磨到那个脚，然后破皮。不太能走路，有蛮大一部分都是外伤，就是各种就是这个擦挫伤啦、割伤啦，然后甚至有一些人是因为一直不断的铲土之后造成的扭伤。内科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因为天气太热了，有一些热伤害。赶紧滴目药水处理患者的目睭，敢若一个医疗站每天就要治疗上百人，也毋过年假已经即要结束啊，有袂少的志工嘛爱全离开咯。
到明天才会离开。就整个连假都在这边。对。之后平日有可能有机会过来吗？我住彰化，可能就车程没有，因为我昨天光开来这我就开了8个小时了。就只有这一天比较有空这样子，明天还有其他事情，所以就我从高雄来这边当天来回。光复乡灾前范围真宽，重要真侪所在拢还未清理完，就惊假期过了后，平常时志工会减少真多，影响这灾后复原的速度。总统赖清德也下令，增派国军进驻，为拼中秋节假期进前会使完成清理工作。记者综合报道。除了人力的问题，这物资的分配嘛出现争议。大东村里人就传出有4大包饭包通食，甚至佫发生这县府组织便当送入去灾区的代志。另外，嘛有人讲，这花莲县府要求要有灾民识别证才会当领物资。对此，县府是表示，这是为着要确保每一个灾民拢有受到照顾。好，我要求一下，这么70个便当，对不起，你们预估大概什么时候能到？1点可以，有饭吃就好了，谢谢。感谢你。讲电话一直对对方说多谢。大东村2年的林长暂时无用力发落村里的大细项代志，其中上要紧的就是食的问题，因为4大无便当通食，已经食3天的馒头。我要的不多，只要让我20的长辈有1个月的饭吃就好了。年轻人他们可以吃干粮、吃面包、吃饼干。都没有关系。我们花莲县政府除了原有的2支专线之外，我们另外今天会马上再增加2支到5支的志工便当服务专线。光复乡灾后继续咧拼恢复，来自各地物资甲人力一直来到当地。但是发生的过当天，都有组织的志工团来到灾区，伫现场煮便当。不过总调一人，这支花莲县府阻挡志工团的物资车进入灾区，造成预定的2万的便当无法度出餐，敢若会当送出1万外的。我们来了6天，他是零帮助，口气没有很好，说每个都很差。他说你们凭什么上来？你们为什么上来？我干嘛要给你们上来？这个样子。结果我们今天公山的量，预定的量大概快2万个，我们只出到了1万个，我们没有东西可以用，因为全部被卡在下面上不了。那目前最主要目的是以那个抢修抢险，所以我们以大型机具通行为优先，整个管制动线以及时间，那也在进行滚动式的检讨。领小朋友的尿布跟奶粉。有灾民说要有识别正常领物资，有这样吗？没有。对，你们刚领的流程是怎样？就是他看我们欠小朋友欠什么就领什么。因为佮传出花莲县府要求要有灾民的识别证才会当领物资，县府是表示是要确保灾民会当受到妥当的照顾。领物资分做定点领，也有巡回领。一般的民众会当到大堂后边的物资站领。另外，针对社区也是交通无方便的地区，是采取巡回发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了提升灾区的医疗量能，就医护团队到当地设临时医疗站，必要时嘛会直接伫咧现场手术。另外，因为也有真侪落高门甲积水，这疾管署是特别提醒讲，就要做好防护，才会当减少为着类鼻、厝等等传染病风险。地头顶浸着酸空气，这算毋是医护人员平常时工作的病院。花莲光复乡救灾行动要继续。2月透早，高雄市消防局特殊队接到个案，一位57岁的查甫人，伊的伤势要马上处理。医疗团队评估，伊的空喙已经感染，而且肉有烂去，佮有一寡组织也拢害去。为着防止并发芳臭性组织炎，医疗团队现场局部麻醉、开刀，清掉害去的空喙，手术真顺利。另外，灾区防疫方法佮有8项。国军第2作战区也协调国军花莲总病院开设临时医疗站，包含光复灾区都有光复糖厂救护站，逐工透早8点到暗时9点会当看病；佮有光复车站救护站提供规工的诊疗服务。另外，红林国小、水水国中2个灾民收容地区，同款是逐工透早8点到暗时9点会当看病。暗时看病服务是伫官兵的大房区。有清除大型的家具以及有腐败的相关的食材的那些厨余之类的东西，会导致因为天候变热之后会滋生病媒蚊。国军也出动大约80名的化学兵支援，实施一寡地区的消毒，来防止拖白网生炭。为着阻挡疫情，疾管署也宣布10月7日特别开始自的公费流感甲新冠疫苗，甲光复乡全体居民卫生所的